你可得多吃点好吃的呀。你想娘了没呀？要照顾好自己。娘，哲儿回来了。你怎么白天就来了？白天不行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范闲，怎么，老夫命数当绝了？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你们心目中到底是什么一个形象。爹，我来了，爹。你终于还是落网了。什么终于啊？从你说要生死范大人，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有今天的。哎呀，老夫感谢范大人，还给犬子留了条性命。爹，哎呀，行刺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在他麾下做事。原来如此，犬子才识浅薄，范大人能不计前嫌，给他一个机会，真可谓宽宏大量。要不你俩这边聊？啊，好。爹，我很有用的。这些时日，我一直潜伏在北齐都城。你去北齐都城干什么？掌管一众暗探，主持密报，收集。真的？真的呀，爹，我潜伏至今，毫无破绽。北齐这是要亡了？那倒也不至于。爹，您说这话就有点太不信任我了。这么些年了，你还是不了解我的才华。哎，爹，怎么了？竟然不是做梦。我这也是精神不济，大白天的就睡着了。不过也好，又能在梦里见到你，娘心里还是欢喜的。娘，您没做梦，我真回来了。他们可别这会儿叫醒我。娘，真不是梦。娘，您打我干嘛呀？梦里不会疼，你疼吗？疼啊！儿子，你真回来了，太好了！不是，那您做梦您打我也不管用啊！哎，别，娘，真疼！您别哭了。回来就好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了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这回是偷跑回来的。原来长公主和二殿下才是同盟，这真是没想到啊！爹，二皇子跟范闲不对付，这次春闱是要给他下套。你帮帮他，他答应了，事成之后立刻放你出去。郭先生这是做什么？感谢小范大人救犬子一命。哎呀，不是救我，是救你。哎呀，我出不出去无所谓，只要能救犬子的命，
就是让郭某赴死，也是理所当然。我说话算话，一定救你出去。方才听闻小范大人说，郭征送了你本册子，可否让老夫过过眼啊？爹，怎么样啊？这上面诸多细则倒是没错。那要按照这上面说的，范闲就能把事儿办好了。春闱上细则之外的规矩，这上面可没提呀。那他们就是要害你。这个郭征到底是谁的麾下呀？从往日看，并无投效之处。藏得深。哎呀，爹，那就别管他了，你快点把这个规矩跟小范大人说一说。事成之后，他还要救你出去呢。规矩不急，老夫问一句，这次春闱，小范大人有多少门生啊？我哪有什么门生啊？一个都没有。我年纪轻，也做不了做事。与考生无来往，这是好事，省了很多麻烦。小范大人，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前几日倒是见过几个考生，只是见。一起聊了会儿天儿，喝了酒。那就是门生了。可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啊。那不重要，在其他人眼里，那些考生已经算在你门下了。哎呀，爹，你别管什么门下不门下了。庄墨涵庄大师都已经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了，他现在也是文坛传承，有几个门下很正常的。你别打岔。哦，小范大人，春闱上考生们最痛恨的是什么？舞弊营私。你的门生就是营私的门路。可是范闲他又没打算舞弊营私，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有些事他自己不想做，会有人帮他做。为什么要帮他呀？你是怎么在北齐潜伏下来的？爹，我朝春闱跟北齐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倪宁，司主，哥，你们找我有事儿？干嘛呀你？别架着我呀！怎么回事啊？人呢？放开我！这还憋着跟范闲争家产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那都什么时候事儿了？现在都一家人，娘有事求他。求他别害他呀！什么害他呀？司哲说的对，您是长辈，您跪我这儿让人瞧见了，你可不是害我吗？啊，不是，就咱们仨，我这又没人看见，偷偷。我嘴太快了，娘，我真忍不住啊！哎，姨娘，咱都是一家人啊，有什么求不求的，有什么话您尽管说。咱不坐着说啊！来，娘，来，姨娘，喝点水。哎，谢谢哥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吧，姨娘我年纪渐渐大了。啊，姨娘永远年轻。你这孩子这么会说话呀？思哲要跟你一样就好了。他这孩子吧，从小就淘气，我有时候看着呀是真烦。
可是看不见吧，我又想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。姨娘这是想说，能不能不让他去北齐了？姨娘放心，这次思哲回来，本来就没想让他离开京都了。真的啊？您还没问我呢，我要去北齐。范闲都说你不用去了，不是他让我去，是我自己想去。为什么呀？这次北上吧，其实我见识了不少，虽然是有些危险，也有点苦。所以你别去了呀。娘，你让我说完。但是我找到了我活着的意义。您看，过去我在京都待着，是又安全，也吃喝不愁，但是天天吃喝玩乐的，那活着有什么劲呢？我这回去了北齐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还有点用，虽然就帮庆国帮了这么一点点儿，但我觉得也够了。我不想再回到过去做那个无所事事、无人在意的范思哲了。那，你还去北齐？去做什么呀？我过来跟你说，哥，听说你接管内库之后要和北齐通商，有这回事？这主理人想好了吗？还没想呢。我帮你想好了。为什么想走这条路啊？我是庆国人啊，这不是为庆国出自己的一份力吗？还有吗？也想给我个人争取一点点小利，我想挣点小钱。那我问你啊，为什么我选你啊？那你干嘛不选我呀？打虎亲兄弟呀，咱俩这关系交给别人你放心。反正交给你，我是放心。关键看姨娘答不答应。啊！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呀？您这是同意了？我也想看你长大嘛。行，那我收拾收拾，我明天一早我就走。哎，不急这一会儿，春闱之后是我跟你嫂子大婚，怎么着你也凑完这个热闹再走。行行行，那感情好。那春闱什么时候？完了，好紧张啊！昨晚都没怎么睡着，你这鼾声比炮仗都响，是我一宿没怎么睡着才对啊。侯兄，我现在好像达到一种境界。你看我在家时，这书背得挺好，走了一半忘了一半，到了这儿全忘了。清醒一点呀，要考试了。张嘉林呢？啊，他说他去买面饼了，让咱们先走。哎，慢点。对呀，蒸馏红福龙门。是啊，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希望啊！抱歉。来，侯兄，我觉得你睡得挺好的啊，还有劲儿喊呢。我这不是被挤精神了吗？抱歉。小范大人，郭尚书怎么出来了？时辰快到了，考生们就要进场，都不容易啊！一生苦读，就为了拼这3日。这3天内，考生不得离开考院，所以被褥、吃食你都带着了。平时辛苦啊！这东西带得多了，夹带小抄的机会也就多了。小范大人掌管入院稽查一职，这头一关是重中之重。郭某不太放心，想过来看看，怕你忙中出错。郭尚书这为人也是没得说。提携后辈，理所当然嘛。靠，你又在这画呢？时间来不及了嘛，这得抓紧纪念一下。你放心，我查过了，既不违律法，也不犯规矩。郭尚书真是守规矩，读书人嘛，总是有分寸的。大人，这是工作日志。郭大人，这个造型正白，更有力量感啊，是吗？力量。
情绪，重要的是情绪。都这个时辰了，考生怎么还不来？小范大人有所不知啊，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，这个时候考生们都忙着过这个龙门桥呢。龙门桥。来了。诸位早上好，我是范闲，是小范师先，未来的文坛宗师啊。今日是春闱的日子，范某在这里祝愿大家，拿着智慧库的金钥，带着万卷书的头脑，顶着自信的光环，踏着好运的滑板，一路扬帆起航，驶向春闱那成功的彼岸。加油，雄起！祝福的话说完了，范某有一点丑话，也要说在前面。今日春闱，范某领了入院稽查之职。诸位身上要是有不该带的东西，烦请入院之前扔在此处。谁要是进院之后被发现了，一律取消春闱资格，绝无转还余地。范某，拜托各位了。小范大人发话，不能让小超知道。排队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东西准备好，查验身份。好嘞。下一个。这边排队。你的东西拿出来。郭尚书怎么能一直站着呢？来搬把椅子。不用，缓动作，还得重新画。一个一个来。小范大人，你忙你的，我这看看就走。郭尚书辛苦，应该的。用心查，查仔细些。好，下一个。都来排队啊！一个一个。机长和嘉玲呢？东西都准备好。在前面呢吧，丢不了。身份。赶紧进吧，我没瞧见小范大人。下一个。心思不行啊！来，东西放这儿。还真有人夹带小抄啊！
咱是不是来晚了？瞧不见小范大人了？进门就瞧见了。又是个藏小抄进考院的无耻之徒，活该，书都白读了。哎，就到我们了。听说小范大人会亲自稽查。哎，你说这诗仙，他得长什么样啊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大人，先让吃的过了。转过去。好，这边走。飞猪放这儿啊！哎，来，往前走。敢问兄台，那边坐着的那位是何人啊？你连范闲范大人都不认识？他就是范闲。哎，飞猪放这儿。话，转过去。我眼花了，这不是跟咱们聊天的那位公子吗？他竟是小范诗仙。哇，真是他！去！下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菜饼。大人，这里没有纸条。这里怎么可？出去，走。我没带小抄。这是什么？胆子真大呀！这不想考的。回大人，学生不知。学生当真不知此事。我作证，杨雄才学非凡，绝不会有此等卑劣之行。叫什么名字？哪里学子？学生杨万里，泉州人士。杨万里，正是。小范大人，这不是你的门生吗？范闲跟他们见过面，看来这4个就是小范大人看好的了，不被几个人给入手，4个都下手，那就过犹不及了。挑一个。杨万里，小范大人的学生不是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我觉着吧，春闱应该干净，是得干净，那就按规矩办。那就好。撤销泉州学子杨万里春闱资格，赶出考院，礼部记当，永不录用。不是我准备，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，不是我准备的。罗尚书恕罪。恕什么罪？回尚书，这东西是我方才偷偷塞进去的。这东西是你塞进去的？正是。为什么呀？在下从小读不进书，没前程可言，心里不平，就想坑个学生玩玩。什么叫玩玩？你想坑人？小人心眼坏。那怎么又站出来了？我看那个学生有些可怜，突然良心发现了。这不是纯胡扯吗？回尚书，句句属实。此话谁能信？尚书，别生气啊！一把年纪了，再
气坏身子。小人好惭愧。你先闭嘴。好嘞。小范大人，杨兄绝不是这种人。郭尚书，礼部的规矩我确实不懂，能不能多问一句？请讲。您刚才说要把这考生逐出考场，礼部记党，正是如此。那这罚的可够重的。请问他犯什么错了？夹带小抄，人品低劣。哪有小抄啊？小范大人，这众目睽睽，那是我干的。闭嘴。好嘞。您说这个呀？这要定罪的话，这就算罪证。要不，咱把罪证打开看看？当然得看，必须得看。我也想看看，这都写的是些什么？肉饼2钱1个，面饼1钱2个。哎呀，这饼价也是圣贤定的。哟，这卖的还挺全乎，还有卤菜。既然是饼价，为何藏于篮中？这篮子里装的什么呀？这篮子里装的才……那有没有可能是店家不小心掉进去的？又或者是我记错了？这肉饼2钱1个，确实是上古奇书圣贤所言。要不郭尚书再查查？哎，3日用餐不可油腻啊，你得吃面饼。学生受教了啊！快进去，进去。上！你又是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我睡糊涂了。胡闹！春闱稽查何等大事，罚你1个月俸银。小人认罚。郭尚书觉得呢？小范大人，这边的事儿您多费心，我还得去考卷那边看看，累啊，闲不下来，闲不下来。郭尚书辛苦，郭尚书好走。谁教你的？回大人，小人是林相麾下。林相的意思，春闱若有麻烦，小人替大人接了。你自己的命不要了，用兵一时。回去转告师伯，回沪的心意我领了，春闱的事儿我自己接着。大人，邓子岳一路上暗中护着几位学子，只有杨万里被塞了职。谁干的？谢必安。那就没错了。郭征是老二的人。我这不是被挤进去了吗？多谢。郭征手段可是够恶毒的。这才刚开始，还有3天，咱们好好陪郭大人玩玩。不仅是你们的才学，也考你们的人品。我祝各位
前程似锦，也劝你们好自为之。时辰到。哎，程家林呢？在东二啊。停一下，这是要做什么？大人，该发蜡烛。小范大人如今声名玉隆，权势滔天，对你弄点小麻烦，影响不大。想要你身败名裂，必须是大麻烦，而这第一件事就是火。考院内由礼部向各号房分发蜡烛，以职责而论，这件事必定由你经手。众考生挤在一起，若蜡烛动了手脚，什么后果？火灾。若几间号房同时起火，搞不好就是一场惨剧。想要毁了你的前途，就得要这么大手笔。我有耳。先别发了，别发了。考院巡查防火一事是重中之重，而郭忠在这册子里却轻描淡写，一笔带过。我猜，这就是他给大人设的陷阱。这边也都有火油。哎，大人，这即使掺了火油的蜡烛，那点着了也不过就是冒几个火星子啊，燃几个小火苗，它也不至于引起什么大火呀。不对，那要是考生在休息没盯着火烛呢？哦，那倒是。你想想，这考生们用火烛是做什么？那自然是因为考场内昏暗，把这火烛凑近考卷，照亮考卷之用。对喽，所以这火不用大，把卷子烧了，不就事儿大了吗？哎呀，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！听见没有？这批火烛不能用。大人，可是现在去哪儿搞这么多火烛啊？
3日之内，所用火烛皆由监察院提供。还有啊，把这个麻烦转交给尚书大人。辛苦了啊！入库账册什么意思？监察院的人说，我监察院为考生们提供火烛，此乃大善之事。但是呢，咱们在商不是在官要严官啊。最重要的事情呢是要守规矩。这春闱本是你礼部的差事啊，那这火烛之钱也应该由你礼部来承担。当然了，既然是大善之事嘛，这火烛之价钱呢，可以给你减上1成。什么叫在官严官？哪有这种词儿啊？再说这火烛，这监察院要插手了，咱们不是准备了吗？小范大人也有传话。国成说，这几日啊，范某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您猜怎么着？火光之灾不吉利啊！我就想着把这些蜡烛全换了，用我监察院的，到时候再出什么问题，都算到范某头上。当然了，您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咱就把这礼部的蜡烛检查一遍，但凡没事儿，咱就用回去。您说好不好呀？这掐指一算，是有点胡闹了。再说了，人家都说血光之灾，哪有火光之灾这一说呀？大人，要不咱们就按照小范大人说的，自家蜡烛再查一遍。这小范大人也是忧心国事，本质是好的。那监察院的蜡烛用用也行，那还得再付一笔银钱呢。照付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不是说好少1成吗？这怎么比原价还贵了？还有运费呢。也不能耽误了考院学子，不是？就照着办吧。来啊，这是你的，谢谢，小心用火，手啊，好嘞，注意安全，这是你的，谢谢，多谢，小心使用，谢谢，小心火烛啊，来，拿好了，好，小心用火啊，来，注意安全，谢谢，谢谢。除火之外，还有个水。考院内的清水是为考生而备，既是饮用，也为防火。若是这水有问题，那全部的考生都逃不掉。大人，这水里有毒？那不至于，那就好。水放了很久，已经腐坏，绝对撑不过3天。按大人的吩咐，医术的水缸已经抬过来了，全换了。脚步倾斜啊！这次就别收运费了，都听大人的。大人，这火烛的事儿，咱不给他弄大了。几只火烛被动了手脚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这种麻烦要等大火起了才算致命。那大火要是真烧起来，那就全完了，可不是吗？那他们就不考虑考虑啊，这些学子们的性命吗？你觉得呢？真奇了怪了，他们平时还有脸说什么父母官、父母官？我本来觉得自己心够狠了，没想到他们才是高山仰止。哼，这种高山呀，垮了才好。再想想，还有什么疏漏？水火咱都排除了，衣食住行、吃喝拉撒，这吃喝呀，都是考生们自己带的，他们不可能一一去做手脚。
这是干什么去的？这是出大工去茅房的。不是隔间里边都摆了马桶吗？以前是都用马桶，可是毕竟这考成为3日，气味难闻，影响这些考生的发挥，后来就都改成去茅房了。这就是避不开的地方。重挖茅房？是啊，又是小范大人的主意。大人，这确实有点莫名其妙了。就说人手不够，来不及。他从监察院1处调的人，根本没找咱们。考院重地，不得擅入。大人，监察院监理天下，按规矩，他们连考生都能当面带走。那你还跟我说什么？他请大人调礼部库房的木料和砖石。那是金丝楠，是金砖，建什么茅厕？他说是夸张了点儿，但是什么？但春闱由礼部操办，人他可以出，材料得由礼部出，这样才叫不违律法，不犯规矩。啊，去下去！规矩是，得按规矩办。大人，老邓他们新修的茅房修好了，绝对不会影响春闱。大家辛苦了。这想起来就后怕呀！啊，你说他们多阴损呐！啊，在这茅房里边加火油，这天黑下来，啊，学子们拿着他们给这蜡烛，但凡一个不小心，那就是一场大火呀！老王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就那种地方，不光着火，它还能炸。你说这地方它要是炸了，那不得在史书上啊浓墨重彩的写上一笔：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，由范闲范大人主持的春闱啊，众学子葬身于，这多丢人呐！这个还有3天，无论如何，我会护住他们安全。他们的命，父母官不在乎，我在乎。父母官不想保，我来保。哎呀，可惜您为他们做了这么多，他们却全然不知啊。好人好事不留名，还请叫我红领巾。哎不，大人，您刚才说什么巾？红领巾。蜡烛和饮水都换了，连茅厕都现搭了一个。郭尚书还收买了几位考生，3日内找法子再构陷范闲就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水火不起，终无大事。范闲这圣恩啊，没有几10条人命，压不下来。好歹也敲打敲打。既然敲不死，何必枉费心机，让郭征收手吧。可惜了这上好的机会。这事儿啊，有蹊跷。郭征的手段换我，搞不好也要被坑了。范闲奸诈？不是，这些细碎小事，也只有礼部打磨多年的老人才能够瞧得清楚，要不然谁会查看蜡烛饮水呢？
礼部有人帮他。会是谁呢？有人晕倒了，怎么回事？这小范大人做事啊，确实细致，监察院都来帮手。哎呀，这3天是滴水不漏，毫无意外，可喜可贺呀！我也早就看好小范大人。郭尚书慧眼识珠啊，礼部有了郭尚书，便如大旱遇甘霖，枯木又逢春呐。卷子收上来了，哎，一切顺利。接下来就是无名誊录，绝不出意外，尚书大可放心。小范大人，好，这几天您可是辛苦了，不如先回府上休息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还得监督这个胡明抄录，陛下给的差事可不能懈怠。能者多劳。所以这就是胡明。对，人名胡住，方可秉公执断。那边就是抄录，所有的卷子我们都会统一抄一份，
毕竟字体这东西啊，也容易泄露身份。细致。抄录完毕，再送去阅卷，仅凭才华取胜。我要是想做手脚的话，该怎么做呀？小范大人说了什么？我是在说呀，我要是想在这胡明抄录上做手脚，该如何行事啊？小范大人，这个玩笑可不敢开啊！我不做这事儿，我就是好奇。那绝无此事。咱不聊现在，以前也没有过呀。不拿我当自己人，真的没有。我怎么听说这胡明的纸条有长有短呢？长短不一，也是标记。那边抄录去对吧？然后抄录这边也能在纸上沾些墨迹，这样阅卷的人见了也就心领神会。绝无此事啊！小范大人这是在哪里听的？都是传闻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绝没有做这种事儿。毕竟谁也不想死。开个玩笑，各位好好工作，我学习学习。郭征传话，范闲对礼部手段了如指掌。本来想着让帮一把殿下门客，如今看来不太方便。什么门客？我哪有门客？明白了，只有考生，没有门客。春闱嘛，干净一些其实不错。谁都别插手，各自看命数。我这就让人转告国城。师兄、杨兄，怎么起这么早？哈，习惯了，这时辰一到就睡不着了。师兄，都考完了，怎么还看书啊？老兄啊，
你看，就这句，当时死都没想起来。好了，考完了，不想了。哎，程嘉林呢？啊，3天考完，精疲力尽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是啊，这3天真是如脱胎换骨一般啊。是啊。师兄，你有些奇怪啊。侯兄，什么味道？你好香啊！师兄好鼻子啊！又有吃的。当然，侯兄真的是有心。鸡呀，烧鸡哎！你哪儿来的？昨天晚上就备好了。本来想着咱们考完啊，庆祝一下，结果你们3个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多谢侯兄这些时日以来的充饥之恩，千机散尽还复来。侯兄，小范大人的诗不是这么用的。好了，赶紧吃吧，快馊了。我来分。谁曾想，那晚请我喝酒吃肉的，竟然是小范大人。可不是嘛，这谁能想到？是啊，当时我知道的时候都吓了一跳。说起来，进考院那会儿，他菜饼里被寻到纸条，我当时都吓死了。还是小范大人还我清白。哎，咱们4个是不是应该去拜访一下小范大人啊？为何呀？现在街巷满是传闻，咱们4个应当是被当做小范大人的麾下门生了。可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不是啊。那莫不如我们顺水推舟？你的意思是登门拜师？小范大人的才学，做我等的做师绰绰有余吧？能拜小范大人为师，好啊！当然。可现在去，不就成了走门路了？是啊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对呀，身要正，影也不能斜。啊，我们可以去拜访小范大人啊，但不是现在。何时啊？就算要去，也要等到发榜以后，尘埃落定，才好相见。哎，就是这道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给嘉林留点。我是程嘉林。走开。哎，也不知道小范大人此时在做什么呢？大人几天几夜没回府了，家里人都惦记了。那不行啊，这阅卷我得盯着，想要干净啊，就得费心。这回全完事儿了吧？几日辛劳，阅卷审完，现在就等放榜了。这一次啊，别的不说，称得上干净、公平。同福客栈那4位怎么样啊？石产力落榜了。啊？大人没帮着给？公平就好。其他那3位呢？不出意外的话，那3个人应该都在榜上，尤其是杨万里，文章不错。嘿，大人这眼力啊，那就是超群啊！一共见了4个，这就中了3哈。要早知道啊，王某也应该去考上一考。兴许就着大人这鸿福啊，王某还……你这脚底下能不能有点动静啊？启年兄，这是小范大人的饭呐。啊，那启年兄，这又是？哎呀，这个肉啊，你知道啊，这是我家爸爸最喜欢的啊。哦，明白了，启年兄这是在偷小范大人的肉。这怎么能叫偷呢？你想，小范大人正在休息啊，他不吃这些菜了，这菜啊不能够，对吧？那也不能这样吧？不是，这菜如果没有人吃啊，就会被倒掉，那不就是浪费吗？但是浪费总是不好的吧？倒也
是，那我这么做，它有什么不好的吗？启年兄，你这么绕我，这个事情就分不出是非曲直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哎，坐，哎，一块吃，别客气，好吧？这样，我请你啊，尝尝小范大人家的饭啊，来，尝啊，这个肉呢，啊，给我家姑娘留着，咱们把这个麻烦的啊有刺儿的鱼，咱们把它吃啊，来。那可是启年兄，你让我吃的。哎呀，我让你吃。哎，你尝尝这鱼眼睛啊！你平常看文书看的太多，补一补眼睛。哦，哎，即是，那我就尝尝，怎么样？鲜美。哎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自然是好吃。要不然你看我都长胖了。哎，你再尝尝这个啊，启年兄，小范大人，这还要睡多久啊？哎，你有事啊？是，这不是礼部那边嘛？这个会试的榜单已经下来了，按照规矩放榜之前，得咱们先过一遍。院长看不就完了吗？那院长让我送来给小范大人。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？让大人多睡会儿，咱们多吃会儿，不好吗？来，你尝尝这个啊！哎，对，我先尝一口啊！咦，好吃，尝！味道怎么样？非常特别的味道。此为何物啊？酸辣。大人请了。没事，接着吃呗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老王也别装傻，嘴上酸奶都没擦干净啊！大人何为酸奶呀？有事儿啊？哎，这是会试的榜单，院长让我送来的。你们吃你们的。啊，我先找着我那筷子去啊。哎。